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初2，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年74岁美国川普总统头拄啊宣布讲，伊和牵手2个确定染着武汉肺炎，已经开始隔开治疗。去年伫台湾台西爱人的香港人陈东家，再去经过伊的牧师，搁再一摆强调来台湾投案的意向。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对沿岸饭店开始规桶的雅士1公斤的起4角，就是一桶20公斤重起8块。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国际瞩目的大消息。今年74岁的美国川普总统头拄仔伫网络宣布讲，伊和牵手2个确定染着武汉肺炎，已经开始隔开治疗。10月初，美国川普总统近身的幕僚人员先验出致病。 川普总统嘛，伫网络表示，伊和牵手已经咧检验病毒，也会先和证人隔开。头拄仔检验的结果发表，川普总统表明染病。白宫的医师也说明讲，目前总统甲夫人身体状况真好势。若总统的职务也袂去受到影响，医师本人也会随时说明病情变化、上届新的情形。 咱搁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如果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一个是拢住美国，另外一个是按日本转来咱的国民。国内目前病例总人数计共是517人。另外讲到美国总统染病，指挥中心嘛搁再提醒挂喙炎的要紧。咱等下来听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 这2例分别是30多岁的男性，还有40多岁的男性，都是本国籍，那分别自美国及日本入境。那按516就是常年在美国工作，今年9月20号返国探亲，那后来在今天确诊目前住院隔离当中。那有关他的这个前后2排的旅客有12人，就会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那另外按517就是今年1月有赴这个日本工作，那9月30号返国，在今天确诊，共9人会列为居家隔离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做总统的竞选啦，所以也有看到说这个川普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戴口罩，所以其实不管在国内跟国外，那各个我想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戴口罩还是这个防止这个COVID-19 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上届新的消息，咱搁来关心早起嘉义县东石海岸边的外线汀州发生一桩冰船的意外，就是一个50几岁的船长和5个工作人员做伙要去保养甲修理灯塔，结果出港船雪冰。船长救起来时心肝眉骨已经定去，叹无气息。另外5个人员是加载拢平安。因为这港是淹过海下，出去遐小可有淹。因为这海势咱无了解呐。伊出去伊个助手去拔丝了，一个囝伊个船就冰去像安那变过来是，迄时阵恁驾驶，恁看4个是吸咧船的脚。嘿阮5个人吸起来。吸来，恁家己。结果4个爬去个船伊就换船变过爬个船顶头，我一个同学捞出去，甲船长，因为船长是先跳船，伊去捞出去。大拢浮起来有穿救生衣都浮起来。浮起来。咱等偌久？船长佮袂有去捞伊。咱伫遐等偌久要4点钟。要等4点钟。然后特别4点钟去。等待时间。早起海巡署布袋海巡队接到人通报冰船，因也即时派出救援的船只去到现场，佮通报空中勤务总队倒派直升机救援。不幸就是落海失踪的船长救到的时阵，人已经叹无气息了。 过来讲，休中秋第2天天气真清好。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表示，往北海岸去的车有较密。若东部的5号高速公路早起时速是拢有通走到60，特别爱注意就是按算下晡，无论东部还西部，拢会开始看到上北要翻头的车阵。高速公路若较塌歹行，建议民众都要对替换的车路去。 高速公路顶悬车流真顺利，今是中秋节连续假期第2天，天气真好，吹七头的人明显增加，真像去北海岸的车真多。五羊段因为发生事故，也出现塞车，不过早起整体交通真正常。
那今天开始其实还是以南下的车潮为主。那我们预估今天的交通量整体来看还是大概在110到120之间的一个100万车公里，大概也是平常的1.3倍。那其实，在今天上午车流量也是不小，大概在几个局部路段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拥塞。那包括像是一些事故的一个影响整个车流的回堵。高公局表示，今年有5个较塌的路段，包含国一路南阳明新竹系统、中华系统、保盐系统这路段。国三路南三兴关西乌节到雾峰系统，甲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白拿，北向基南到白拿等。像是国一，在我们常见的杨梅到新竹，还有台中的一些都会区路段，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那另外在国三的部分，还是以大概大溪的一个风景区的旅游一个车潮。那另外还有国六的一个南投风景区的旅游车潮为主。高公局强调，国道5号早起维持伫时速60公里左右，也强调下晡出现第一波回向车潮，尤其是国五北向基南到白拿，车会为3点到4点的时阵较济，车流爱到暗时8点了后才会疏解。也建议，若是拄着塞车，应选择改驶替代道路。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中国咧闹热国庆，所也共款派战斗机扰乱咱空中的西南屏，到甲早起拢无停困。也捌做过空军副司令的张延廷中将分析讲，空军上好伫这点这片范围实施军事训练，较免军机不时飞起飞落，消磨加重。国防部严德发部长佮黄树光参谋总长，双人昨晚一个北一个南去视察军队的改变。中秋连假，解放军无停止扰台动作，车至派军机潜入咱国西南空域，遭到空军广播驱离。另外一只空警500武警机也伫空域外巡弋。也毋过早伫前一天，国防部公布，解放军运8反舰机初一为中国广东、福建2省交界处的外海侵扰咱国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国军除了派遣空军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也用防空飞弹对抗。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请你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返脱离。解放军选伫中国国庆迄天派遣军机扰台。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除了例行性的假术台环，监控美机出入南海伫巴士海峡的活动，也可能采取调虎离山战术，想要让咱国的西南空防真险，致使咱国的北部空防出现重大战略空隙。北部我们一向有防空飞弹，没有战机。这有弹无机是我们一个战略很大的一个战略缺口。新竹机场距离台北大概飞行时间要10分钟啊，如果距离北部空域那更远了，那要20分钟。20分钟对一个空权威力的这种运用，那20分钟非常宝贵啊。面对解放军16天内派遣51架次的军机扰台，空军是无用反制。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甲去年同期比，空军增加20%的飞行架次甲时速，显示解放军加大施压的力度。张延廷认为，空军应该伫后勤准备提前部署，甚至将西南空域部署为训练空域，那会当减少军机的另外耗损，也会当熟练作战环境。我们也要习惯在西南空域做飞行训练，那个变成我们传统的空域、传统的训练的场所之后，我们在用兵上面呢更能够应付自如，得到了飞行的技术。第二个，我们也在他们站岗做打卡。第三个，我们也可以做勤收。对中共那边做勤收。张延廷强调，国军伫西南空域有战略的优势，需要好好的把握。另外，国防部长严德发甲参谋总长黄树光2个人一南一北，分别是导驻军。严德发要求部队需要应用特情的变化，甲防区三军部队密切的联系。黄树光是向部队强调战略保存，要求平常时也强化战备训练，甲落实战场的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去年一个香港的少年家陈东家伫台湾杀死爱人，人煞脱走，逃亡返去香港。早前香港政府也捌表明，伊有意要来台湾投案，总是人就要安怎样渡过来，才有下两边的立场。当时也引起议论。早起陈东家教会牧师管浩明，也搁再一摆强调，陈东家投案的意向同款无改变。潘爸爸、潘媽媽，你哋好，我係陳龍毅。我再次為曉穎嘅事情向你哋道歉。
我返台灣嘅想法一直都冇改變過。我會請我嘅律師安排返台灣自首嘅事情，請你哋放心。管浩明代表丹東家出面表示，已經委託台灣這邊嘅律師鬥安排，望講這月日手續就會當順勢。丹東家也擱再一擺甲受害者的4大人會師禮。咱國嘅陸委會當也說明講，刑事局和香港嘅警務處兩邊已經有設專人咧負責聯絡。丹東家不管是攏會當直接申請。總是這件案件主要就看丹東家本身敢確實有意向要投案，閣有就是香港政府的責任感。過來講，9月29日，陸軍官校咧慶祝遷徙來到台灣70週年。早前捌做過總司令的陳廷暢老將軍致辭的時，說講家己是中國人，佮批評咱的軍隊絕對擋中國袂掉。但陸委會也指出，這款言辭真無妥當。另外，當又閣有一個少年輩的藝人耿志替中國錄影，宣傳講家己佇咧中國台灣，這又閣引起人議論。陸軍官校在台學校70週年慶祝大會，經陸軍總司令陳廷聰致辭，唔但對民進黨政府嗆聲，佮講家己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是驕傲的象徵。悲哀的是，中華民族也有不少敗類，不顧祖宗的榮耀與每日要做每日的走狗。兩岸情勢緊張的時陣，共機一直來射台灣。陳廷聰無看好台灣的防疫能力，佮批評國軍的戰力失靈，無法度擋解放軍。陳廷聰檢家己志氣的行為，陸委會表達高度遺憾，認為佇公開場合對兩岸關係無適當的發言，已經傷害台灣人民的情感。陸委會對於陳廷聰先生離譜失格的言行，表達高度的遺憾。陳廷聰先生個人的不當言行與補助學生，這並無直接關聯。嘛，因為陳廷聰是華東台商學校的董事，政府補助學校每一檔大約6000萬。立委要求教育部愛思考，敢是要繼續補助。另外，慶祝中國11國慶，在歐陽娜娜了後，台灣的藝人賴冠霖甲冠宏嘛在2020國慶音樂會上表演。賴冠霖閣以北京的腔口錄宣傳影片。我是賴冠霖，我在中國台灣等你。當期在中國的藝人黃安嘛在微博慶祝中國國慶，在台灣閣有一個網紅以台北101大樓做背景，摕衛星攝錄影片，一個接一個表達因愛中國的行為，引發爭議。經台北縣長周錫瑋認為，還是要尊重中華民國是祖國。如果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還是要尊重中華民國是他的祖國。這是我的立場。但是許多人的決定權，我覺得是他自己的決定權。對歐陽娜娜周錫瑋認為問題在表演的歌曲甲場合，伊要負擔的是家己未來的發展。同時嘛建議民進黨政府應該要放掉一寡，兩岸要保持和平甲互相友善的狀態。若是甲對方當作敵人，對方個袂是你的朋友。記者郭倩台北台北報道。關心南北二路的消息來講，昨台中市和平區的山內，一隻台灣烏鴞去打着人要掠山豬仔的吊索，經過證人解救，但已經佇咧療養甲復原。人稱烏鴞媽媽的屏東科技大學黃美秀教授，當嘛提醒講，真濟保育類的野生動物不時攏會誤入農民所設的陷阱，這款問題政府就要設法排解。拄則凊起來，一粒無關就摸一直食。昨日佇台中和平山區無水力去吸着陷阱的這隻台灣烏鴞，體力慢慢恢復。獸醫傳予伊的900公克的軟質食物也攏食了了。上互人擔心的倒腳的傷勢，一怪觀察7到14天，慢慢佇咧恢復。烏鴞媽媽黃美秀認為應該和台灣烏鴞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套索陷阱或者刪除掉，其實是台灣黑熊最大的致命傷。管理單位應該要拿出魄力來面對跟解決這個問題。黃美秀佇 FB 發動一人一批活動，希望政府應該有效管理陷阱的使用。代志是因為農民為了要防止山豬破壞果子園，用套索啊陷阱防治，煞無說你傷到這隻烏鴞，又趕緊通報，照這賣法律適當適度使用套索啊。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規定了，農民他在這個21條的規範之內呢，它是可以使用陷阱的。動保團體講，動保法禁止用葉啊或者是套索啊，嚴格拿持有是違法。
就野保法是规定，原则上禁止使用限制野马或者是特殊的猎捕的工具。因果若危害农林作物甲家中时阵是例外，会当适度使用。两种法规无相同，互人唔知影要安怎遵守。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呢，又适度的可以使用某一些的陷阱，那这些陷阱往往可能造成野生动物很大的伤害，那所以很多野保法在跟动保法中间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大概说明有各种不一样的那个解读，我们会找他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动保团体讲，两种法令无同调，动保法虽然禁止使用，不过正歹处理，建议应该限制进口，也个高强度生命化管理。林务局讲，自今年开始推动精准式限制，也伫3个所在试办，以免去伤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扫落来，来讲昨暗11点外，台南2个17岁的少年男女骑奥多摆相载，经过公行路4段咧弯弯的时，却因为暗时视线歹，连人挂车拢步落去路边的鱼温底。迄个小女人有挽伫咧鱼温的水车顶，去互借路经过的警员救着。毋过骑车的查甫囡仔经过1点钟，才伫咧温仔内找着，所以已经不幸。暗蒙蒙消防员穿救生衫，伫鱼群内底救人。因为一对住伫附近17岁男女，好亲像因为暗时看无道路过下，无细时栽落去。他们是朋友关系哈，因为适逢中秋节在附近烤肉，那烤肉活动结束，那陈男要载该名女子回家。这个意外发生伫台南市南区公学路4段这鱼群，初一暗时11点半，这2名男女才拄结束中秋航班。查甫囡仔热心表示要行近路，载查某囡仔转去，想袂到发生这代志。查某囡仔落水了后，因为拄拍伫个鱼运内底水车顶悬，被拄过路警察发现救起来。不过查甫囡仔因为苗受水，所沉入2到3公尺深的水底，失去营架。本分局侦查队有一位失信同仁。休假刚好经过现场发现有奇怪的声音，所以他就立即冲上渔温查看，并且用他个人的机车以大灯来探照，寻找该名女子的下落。消防员接到报案了后，马上进行搜查。伫1点钟了后，发现这查甫囡仔沉伫鱼群岸边，马上将伊救上岸。不过不幸已经无生命现象。为什么会在这鱼群？警方也要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财经上届新的消息，昨有50个美国参议院的议员签名发配予联邦政府的贸易代表，建议要紧和台湾开始谈判双边的贸易协定。咱国的外交部也表示感谢。另外，丹麦前任的首相也是捌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的政治家 Rasmussen， 也望讲欧洲联盟这个国家加强和台湾往来，通好压制中国。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第30节公布抗中报告，并且建议台美启动经贸谈判。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尹霍夫加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启等50位参议员，伫初一联合写信予美国贸易代表赖海哲，讲因为台湾的长期经济合作伙伴甲安全盟邦的记录，强烈建议赶紧展开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这就凸显了我们国政府的相关的政策都已经确定获得到美国立法部门的正面的回应。外交部我们对于美国的国会再一次展现跨党派的力挺我国坚定的立场，我们表达诚挚的感谢。参议员因讲，台湾已经宣布要取消对美国猪肉和牛肉产品的限制，也希望开始进一步对话。美国伫最近正挺台湾，欧洲也强化对台关系。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拉斯穆森伫欧盟高峰会举行进前讲，中国对外一直展示攻击性，希望欧盟国家用强化对台关系方式来反制。欧盟外交官员也伫咧欧洲议会讲，会甲台湾深化合作。We also pursue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in a wide range of areas. The EU-Taiwan relations remain excellent, and we have increased cooperation exchanges in many fields. 另外，为了要呼应台湾联动的趋势，以免外界误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德国民间上大友台组织德中协会台湾之友，伫初一高票通过改名号做德台协会。会长薛佛讲，相信这个新的名会让增加协会伫咧德国社会能见度。驻德国代表夏志伟认为，这边改名反映出时代的改变。
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瑞士的国际管理学院 IMD 发表今年度世界所谓竞争力的调查，台湾伫咧63个主要的国家内底排第11。咱国的国家发展委员会这边是讲，前瞻建设的预算已经有大大增加网络5G、AI 人工智慧这的数位转型的项目。嘛有学者分析，政府过来就要加注重人才的培养，甲软体的加强。IMD 公布2020世界所谓竞争力评比，以3大指标、9项次指标、51项细项指标评比世界各国所谓竞争力。台湾伫科技、未来精密度2大指标评比当中全面提升，排名比去年上升2名，排名第11名。行政院也有在推一个叫 DG Plus 的数位国家产业创新方案，追求国家整体的数位转型。数位转型就是政府将来施政的重中之重。国发会副主委高先贵表示，政府这几年一直投资数位建设，这摆精占2.0预算伫数位建设部分，4年要投资954亿，比顶一期的预算增加，主要推动先进网络建设、产业数位转型、推动5G、AI 发展等。不过有学者表示，这摆 IMD 细项评比当中，伫国家对新技术学习能力、科技技术人才雇佣这排名较低，显示台湾软体实力甲人才爱个提升。其实台湾在软体这块的竞争力相对是比较不足的。我们在看人工智慧的发展，或者是这个云端这一块的发展，其实在软体或者是服务，如果缺乏这种大型的这种企业来做主导的话，那其实对台湾的发展其实也会相对是比较有挑战性。学者表示，台湾所谓竞争力排名第11，虽然是近4年上好，不过伫亚洲地区排名依然落伫个新加坡、香港、韩国排名依然是小小龙上尾。强调台湾科技业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尤其半导体制程已经是全球第一。不过就硬体较强，依然爱发展软体技术，两硬结合，有其未来有机会升到第10名以内。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亚洲西部的乌兹别克一国和隔壁国的阿美尼亚，因为领土的争端发生军事冲突，已经第5天。英国的媒体 BBC 报道讲，为了战争来不幸的人数，当然超过100人。这阵唔来联合国，就连美国、俄罗斯甲法国也做伙发表声明，要求双方即时冻点，停止交战。不过却全无效果。一台汽车差一丝丝就去互爆炸崩掉，发生严重的意外。南高加索国家亚美尼亚甲亚塞拜然9月27爆发军事冲突，到今已经进入第5天。伫咧联合国以后，美国、俄罗斯甲法国嘛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两国爱随停止武力的冲突，不过煞无放放在眼内。两国共款拒绝国际调停，继续小战。亚塞拜然的盟友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更加表示，美国、法国甲俄罗斯雄雄跳出来要求停止战争，互人无法度接受。中心强调讲，亚美尼亚一定要撤出有争议的领土纳戈诺卡拉巴克，才有和平的可能性。Minsk Üçlüsü denilen Amerika, Rusya, Fransa ve bunların hala 30 yıla yakın zamandır bu sorunu ihmal ettikleri için bugünlere yansıyan bu olumsuz gelişmeler karşısında 两国战争的焦点，纳戈诺卡拉巴克这个地区争议已经真久。虽然伫咧亚塞拜然的境内，但是实际上煞去互亚美尼亚族的分离主义势力掌控。长期一直发生懒懒散散冲突。顶个月29，两国互相指控对方侵犯领土。这次的范围已经超过原本的争议地区，两国拢宣布全国戒严，亚美尼亚阁发出越南的动员令。土耳其的媒体初一公布一段画面，讲是亚美尼亚无人战机伫咧纳戈诺卡拉巴克去互拍落来。英国 BBC 报道，连续几落天的战争，到今至少已经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几落百人受傷。Imած հանք որ սկսվել է պատերազմ, արդեն մեզ մոտ կային մտքեր ու մենք ինքներս էինք մտածում, որ պաշտպանության նախարարությունը ինչ-որ նամակ գրենք, որպեսզի մեզ էլ ինչ-որ մի ձև փորձեն մեր ռեսուրսներ ներգրավել։ 亚美尼亚首都耶利凡，初一出现几落10个女性去军事中心报道，自愿去纳戈诺卡拉巴克的军事前线。亚美尼亚军方表示，最近会招募400位的女性军人，目前已经有98名女兵部署伫咧前线作战。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讲，近来伫印度北边的地方，一个19岁少女，互人轮流操打甲死。警方说透明甲新尸车去火化，莫非是要消灭证据？这也引起证人不服，严重抗议。虽然甲人分阶级的种姓制度，印度早就已经废除，不过这个身份归属阶层上介低的少女受人操打，也加强民众的怒火。受气的示威民众将强硬派北方邦首长阿蒂提亚纳特家人盗区当街烧，因是为了一名19岁少女上街讨公道。少女顶个月予4名查甫人轮暴重伤，被家庭找到的时阵，卫生局无穿衫，喙齿断去，两骨支去。送医抢救2礼拜，29宣告不治。此案是少女的阿兄控诉不行，警方伫压力之下立案调查。4名嫌犯虽然被逮捕，也毋过北方邦警方表示，根据法医报告，判定无证据证明被害人方性侵还是轮暴，并且讲是有心人调故意扭曲，想要激起种姓之间的紧张。少女被认为是属于精神制度中上低层的贱民。4名性侵犯是较高阶的精神成员。此案发生了后，引起全国怒火。当少女的遗体为新德里运回家乡的时阵，警方出面拍算要强行带走遗体，村民是以骂声来动。虽然少女的母亲靠力阻挡，也毋过遗体犹原被警方抢走，伫半暝啊被火化。警方的手段方积极未正暗号嫌犯。UP has become the rape state of India, and we do not accept rape culture in the name of New India. 此案伫北方邦首长阿蒂提亚纳特的指示，已经成立特别调查小组。伊表示，总理莫迪已经呼吁严重凶险。阿蒂提亚纳特甲莫迪拢是属于印度教民族主义为号召的人民党。虽然印度种姓制度早已经废除，宪法明文禁止歧视，不过人民党定照着维护教育传统名义，公开发表贬低女性的言论。印度的性侵冲讲，少女这个案涉及种姓的阶级，敢会当得到公正的调查，更较互外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昨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这个团体所发动的游行，警方是无许可。不过，由于有真侪人行上街路，警方也有出手掠86个民众起来侦办。另外，嘛有人发动做伙去哩西雅山顶点灯火，佮举出光复香港迄面旗。不过警方也伫山骹管制，阻挡民众上山。虽然官方事先警告派大批警力戒备。有几60个人被逮捕，其中包括4位区议员。不过，自早到晚，香港真侪所在拢有示威行动。警方讲，伫咧9龙嘅龙翔道有人弹汽油弹，或者纵火案对查。另外，伫网络顶有人发动火泥灯活动，趁中秋去哩西雅山点灯，采光复香港嘅旗仔表达诉求。警方伫咧山骹管制，阻止市民上山，理由是山顶可能有非法活动。有民众落来的时阵，讲是去哩看日头落山，就互警方超身登记身份，对此真不满。10个出席中国国庆香港民阵等团体发动游行，要求中共释放伫咧清泉逮捕的12位香港人，警方拒绝。香港媒体报道，港警伫咧全香港部署6000名警力戒备，香港反面派人士也发动活动。香港支联会也无人权闹国庆的布条到中联办外口示威，港警以违反限聚令开罚单。支联会主席李道仁当场将罚单领判抗議。為咗自由民主抗爭，但佢哋而家就喺呢個監牢裏邊受苦，包括我哋香港嘅12個港人。香港社民連是一早起到國慶升旗典禮地點，正在進抗戰附近遊行，點火燒青灣批，隨後港警拍花。無論部分持雙重標準嘅外國政府對執行香港國安法嘅機關作出多少無理嘅指控，甚至對維護國家安全嘅特區官員粗暴咁實施進一步嘅所謂制裁，我同埋相關嘅同事會繼續無畏無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伫咧國慶酒會再一遍惡露港版國安法，講只要香港人支持一國兩制，香港就能建設了國家好。另外，伫香港理工大學也破例伫咧學校內辦國慶升旗典禮，引起學生的不滿，招人穿烏衫到場抗議。理大也禁止記者入去採訪，連校內媒體也無法度入去。
理大学生会批评这是政治秀。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实施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美国也宣布撤销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佮公告讲，进口对美国去的香港货品，初期拢都要顶戴做中国制造。但有一寡香港地企业伫咧感慨讲，未来世界上香港制造这个看板的名声甲影响力，恐惊会渐渐不比早前了。香港成立超过90年，经过世界大战，经过几落遍经济金融危机的广东式酱料厂关丁，是数量无侪在地传统制造业者之一。伫咧元朗的工厂，最近比普通时更加无形，员工用大纸将产品里头的香港制造改做中国制造。All from Hong Kong, and all of a sudden they need to cover their identity. They can no longer be said this is from Hong Kong. It needs to be somewhere else. 本地劳工、本地手工叫做关丁，无得到顶世纪产业外移调去中国找国家属的生产线，坚持守伫咧香港传承第4代。因为豆油、蚝油、海鲜酱、辣椒酱等产品营销国际，伫海外华侨款加中产体系客户真稳定。今年7月刚办国安法通过了，美国政府将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无国再有优惠待遇。8月进一步要求，输往美国的产品包装顶的香港制造，拢要改做中国制造。以后香港企业甲中国企业地位拢同款，只要产品列伫咧制裁清单内面，就是美国无一切关税天罚的目标。若是违规伫美国港口，会有10%的加重关税天罚。该标签的期限自原本的9月25延到11月美国大选了后，业者担心香港制造这个标签会互人忘记的。Yes, this is only affecting one country, the U.S. But after 20 years, 30 years from now, people will, oh yeah, maybe we'll just put like me in China and forget about Hong Kong. 长久以来，香港以自由法治、设律家的金融之都，是真侪跨国公司要进入亚洲加中国市场的门户。也毋过，这粒明珠夹伫咧中美两大国家快速升级的竞争，加长期竞争社会分裂内面，结束加美国的特殊关系。尤其规则一改变，也互香港制造的未来变数真多。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关心讲，台湾中油公司已经宣布10月份国内油价，规桶的瓦斯即时开始1公斤会起4角，就是1桶20公斤当起8块。中油这边表示讲，顶几个月因为传染症的变化，油价才会大动无起，即摆起的比例也真有限。那冬天到介绍敢会阁热，这暂时会阁再评估。传统早餐店的头家一早煎油食过手都无停过，香港油饭吸真侪民众来买。毋过这店家营业拢需要用到的桶装瓦斯，中油宣布要起价咯。为初二饭店开始，家庭用的液化石油气，也就是桶装瓦斯，已经是5个月无起。即马每公斤要起新台币0.4块，员工是每桶10公斤的桶装瓦斯要起8块。1桶8块还好啦，80块就比较严重，还可以啦，20到30桶。今年景气有差啦，你如果贵，当然会有，对我们当然会有影响到。桶装瓦斯起价1个月要叫10桶起跳的店家，算算要加付160块以上，比烧食摊更较有感觉。而且说来去，冬天使用瓦斯量更较大，恐惊阁是一笔的开销。前几个月都是应该涨，因为有疫情的关系，那政府照顾老百姓的考量，所以说现在中油每1公斤还吸收6块钱，这一次涨幅也不是很大嘛，整体来讲，所以就照这个机制走。中油表示，往年冬天液化石油气需求量确实较大，不过也要有伫冬天调降计销记录。对汽油计销，每个月拢会重新做整体考虑。除了桶装瓦斯以外，10月车用液化石油气每公升也起0.2块。天然气计销是无要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教育部潘文忠部长伫咧立法院表示讲，若有囡仔家己伫咧骗，父母通领到的育儿津贴，明年就会渐渐开始加。最后会起来到5000块一坎，不过这也引起幼教联合总会这民间团体的议论，因为卫生福利部本地已经表示，未上2岁幼囡仔明年津贴就是会加到5000，教育部的讲法哪会阁有争差呢？1个月一位小孩只有2500块，未来的4年我们要把它加到5000块，好不好？
总统蔡英文伫咧竞选连任的时阵，发出药物津贴加码的政见。相比较卫福部伫咧9月中公告，建议明年甲拄出世到2岁药物津贴提悬到5000。教育部讲爱分阶段进行。育儿津贴会提高，从2500到5000，这个部分有确定吗？育儿津贴跟我们包含这个整个学费的部分啊，是有同步在做规划。那教育部跟卫福部啊，目前已经在会诊这个整个计划哈。所以明年会上路吗？2500到5000这个部分？我想这个部分会有分阶段的来执行。照现行制度，家长若是家己带也未满5岁囡仔，逐个月会当有2500个药物津贴。新制度的规划是，拄出世到2岁，甲2岁到也未满5岁，津贴可能有差。药教联合总会认为，药物津贴一国两制可能让家长失望。卫福部社家署明年的时候会双倍到每个月领5000块，教育部它却要分4年变成是1国2制的育儿加倍，那这个对家长为就读这个公共化育儿照顾负担，是没有办法减轻的。药教联合总会讲，囡仔读公教、准公教或者是私校等无共单位的教保单位，每年会享受到来自政府照顾的经费差真多。建议台湾会当参考同款有少子化危机的日本的经验，同时也公布调整药物津贴，才袂互政府的好意拍折。因那教育部是讲，希望伫咧4年内会当针对降学费、增加津贴的方向努力，已经看无会建议相关做法。调向分阶段逐步达成，目前已经报行政院审核。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交通部观光局趁中秋休假期间，加开放野柳地质公园暗时的时段，通互民众赏月兼欣赏美人头。明仔暗新历初三，阁会举办音乐会来闹热。毋过因过当年咧开放一暗拢才500-600人来到位，上知影讲早暗煞约超过3000人来，排列的时间嘛加签真久。野柳石冈野风女王活动顶半年因为疫情关系暂缓，下半年活动重新开放，民众只要摕2张今年9月10日发票，就能免费入园。连假第一天人真多，本来主场地女王头光雕导影区，只个人容纳500-600人，昨暗有3600人次入场。我们终于来到野柳地质公园的入口，真相大白，原来在排这个。夜访女王头，来，人山人海的，人真多，排到200-300公尺长，所以现场是用一入一出的管制措施，尽量让大家都会能看到女王的暗暝风情。那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就是说，为了这个游客的安全呢，我们还是会进行这个一出一进的这个管制哈。那请这个民众呢，在等候的时候呢，要多一点耐心啊。那我们尽量会提供比较好的服务，让游客呢可以比较顺畅的去游园哈。野柳石冈野风女王活动伫初三暗要办音乐会，到时人也真多，所以园方希望想要去的游客尽量提早到场，或者是先打电话问现场的情形，才袂失望。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昨暗中秋暝桃园的中壢街有一场已经连续举办19档逢街路巷马庆祝活动。今年地方有4里18个社区，计共上万人来参加闹热。这款场面确实是真罕见、真壮观。甲巷盘顶的牛排、虾仔相并一下，中秋节即天，桃园市中壢区有一场万人封路巷马活动，对关的所在会当看到。规条路甲边啊停车场是百家满满，万人封街烤肉就是威啊！这场中秋巷马活动是桃园市新都心生活文化协会举办，已经第19年啊。有人是逐年拢来，也人是第一遍参加。他办几年了，我们就办几年的。有参加过吗？没有，第一次。跟着老婆跟小孩来，超好玩。民众巷马联络感情，也兼顾环保。自3年前改用无烟的卡式路巷，和空气不过再烟蓬蓬。针对烤肉环保的议题部分呢，新都心也逐年在精进跟做改进，希望兼顾环保，又能够凝聚社区大家的情感。有人单位区自尾暗就开始烘，而且传料拢真澎湃。
野生的龙胆石斑。今天都准备哪些东西？龙胆啊，然后还有蛤蟆那些很多食材。对啊。华花园饭店所提供的古华会，不知道，一堆人。伫中秋节，大家家出来电器馆起，最近行出门来烘肉，唔但是当食好料的，也当甲厝边联络感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东部的消息，便啊连续休困日到花莲县志学火车头四边的停车场，大摆就拢休甲吵。照看这多数拢是要坐火车倒转去厝里，遐东华大学学生徛来停的。即摆休中秋，甚至有大摆是违规吵车，影响到人别台车的出入，造成真大的不便。这是花莲寿丰乡的志学火车站，9千台机车客满停车场，明明涂骹无停车格，也是有一大堆的机车停伫遮。莫讲轿车无法度出入，就连停伫卡内底一点的机车也无法度停动。学生的基本教育的素质也不够，就是车子真的不能这样停，会完全堵住车道。摩托车这个都双排的，你后面的轿车根本没办法出来了。那以后你车子停在后面，那你怎么办？在地民众表示，这机车拢是附近东华大学学生所停，过去学校也捌派专接车，希望解决问题。不过因为资讯不足，甲班次伤少，地数侪人少，所以最后被取消。是不是可以立即的重启接驳车的计划，并且将接驳车计划的细节，有更多的讨论，纳入更多学生的建议。代替表示，去年有到学校警方调回协调会之后，决议由学生组成纠察队，现场维持特殊。唔知为什么这摆的年假只有9月30日来首都，10月1日开始都无搁看到纠察队。第一天有来，可是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他们就这次就没有再来这边那个疏导他们那个交通情形了。我们也没有那个机器设备啊，可以拖掉啊。警方表示，这下村街路 A 伫街路违停会依法拖掉，不过暂停停车场管辖权属于铁路警察，双方也在厘清责任。车主无奈只会单开学，当下返校，呼吁停车提出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看完来看下台东，卫生福利部统计去年台东地癌症的死亡率全国排第1，尤其喙口癌、胃癌、食道癌、鼻咽癌的死亡率，更是加全国有2倍悬。但台东县政府也积极伫咧推动无分酒槟榔的街路，头一抓就是经伫咧池上乡的进行村开始实施。健康起步走。池上乡进行村的大人带囡仔，摕拒绝食薰、食槟榔、啉酒的牌啊。行伫村内囡仔读书的通道，甚至行过卖槟榔的档化解槟榔，希望让规个伙仔拢过健康的生活。慢慢的去营造这个生活的一个健康环境。我老公小孩子都没有抽烟吃槟榔什么，但是他们都会看我们，小孩子都会看大人。卫生部统计，108年台东县癌症死亡率全国第1，其中10大癌症包括口腔癌、胃癌、食道癌、鼻癌，这个拢甲食薰、啉酒、食槟榔有关系。台东县卫生局今年透过设立无分酒槟榔街道的牌啊，让民众逐工经过看到就提醒家己，把歹习惯改掉。进行村成立第1条无分酒槟榔街。我都没有牙了啊！哎呀，我先要保护我自己啊！甚至叫我们戒烟的啊，然后去县政府发奖品。台东县卫生局讲，进行村是华东全国上偏远的乡镇，自这个村开始设立无分酒槟榔街，然后搁再向规条197关渡沿线乡镇拓开，目标是降低癌症发生率。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文化来看嘉义一个布袋戏的艺术团体三麦堂，今年因为传染症的缘故，出去表演甲展览的机会嘛减真济。因即摆换甲布袋戏翕出电影，甲嘉义的风景拢翕入去镜头内底，加强宣传地方本身的特色。布袋戏翁仔出场气势十足，刷落来精彩的武功对决，互现场欣赏影片的观众，大家看甲目睭无转轮。三麦堂创意翁仔剧团将因一出布袋戏音乐剧拍做电影，电影内底出现的背景是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际场景。阮这出电影总共拍3个月时间，然后这届咱文化局迄个补助阮的经费是9万块，实际上若是安尼一出电影40分钟，甲这个特效佮后置，即只60万以上。对家人来暖暖嘿。看这边看了以后感受。
讲啊，足感动的。我的副军真做引导的。因为预算有限，参加演出的工作人员拢无摕薪水，加上这个红仔具体是用来展览的，比一般演出的红仔搁较重，师傅特别辛苦。一定是8点钟以上啊！啊，上恐怖的是，你伫迄明明迄冷气吹足强的，嘛是规身躯流甲安尼拢是汗，因为红仔重以外伊衫足厚的，所以足热的。剧团为着甲经费欠欠啊用，用实景来拍片。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认为讲，这唔若展现创意，嘛，互人实际看到嘉义县会当运用的资源。在面人用布电的电影方式来呈现哦，这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个方式啦哦，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名人带入啦。顶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山脉东出外表演展览的机会拢受到影响，甚至为着等艺文补助的钱，口罩目敢若剩400外块。不过，因也是继续试验新的创作，希望会当为布袋戏这款传统艺术带来无同款的风格。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想看，要安怎样讲古才会当讲了有意思，佮真趣味。桃园市立图书馆特别安排用台语讲故事、志工训练的计划，邀请老师来教人用台湾话讲趣味的故，也望讲母语会当轻松流传伫咧听众的生活中。啊，三仔讲野手来。哦，你是食三仔讲的，啊，阮三仔讲外野手，你食较济。桃园市立图书馆每一年拢会办本土语言的相关课程，今年是头一摆用台语来教民众要安怎讲囡仔册，开放报名，人数一时啊就满了。这个课程加热烈啦，那我们上网报名，一礼拜就拢满。若要互民众有兴趣听故事，一定要讲了精彩佮趣味，所以老师嘛特别设计课程，和故事会当活泼生动。即届咱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培训要去讲故事的志工，啊要用咱的母语来讲故事，所以咱伫个内底，因为你也干那教因讲安怎写母语啦，啊是安怎翻译吼，大家感觉讲无趣味，所以咱就甲故事啊，啊甲什物个贴仔话啦，啊是讲要安怎做四句联啊，啊是咱一寡较传统的迄落戏曲，拢甲藏在内底。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华语的故事册，除了教民众要安怎甲华语故事换做台语来讲，声音的变化伫讲故事中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撇步。就教阮讲要用喙型，比如讲安尼就是一只鸭，哦，安尼就是一只熊，啊，就是用喙型 O 的甲 E 的安尼来。咱家己嘛较好记，啊嘛会使对囡仔就讲哦，就趣味。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希望互囡仔伫轻松自在的环境学习本土语言，同时嘛会当增加亲子共学的机会，互台语自然出现伫生活中。记者杨淑晴、张玉水，桃园报道。啊，若讲到婚林古坑，真侪人都会想到嘉宾。其实啊，阁有真侪形形色色的文化甲产业，久年来拢伫咧这片砖头咧发展。但古坑地方的文化协会就举办活动，带幼囡仔四界去眼界，了解地方的传统甲特色。眼前是用无共在一个茶刻出来的作品，雕刻师傅蓝段忠当咧和囡仔真足解说。同款是雕刻师傅的曾心理，伊四界游览台湾古迹，将这个建筑刻做小小的模型，囡仔专心听说明，不时问问题。这款老工子的交流是真罕见。啊，即嘛嘛要有小朋友知影啊，这个艺品是什么材质？啊，算讲将来吼，那你问吼，因才会啊，因就知影游啦。这是地方的文化发展协会举办的活动，带各县各中美术班的学生四界游览，找出这片土地的特色。因为我们今年第1年成立美术班，所以办这样的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特别是我们古坑地区有很多在地的艺人，非常有成就，艺术价值非常高。芳的旁边去饮着囡仔兄囡仔姐，点头来个有趣味的活动，互因感觉真新鲜。今天整个安排怎么样？还不错，很好玩。你觉得哪一关有没有最深刻的？这一关就是猜那个成语的，蛮有趣的啦。比手画脚，对。咱永过若讲到古坑，袂少人会想到，就日本时代就真出名的咖啡。不过其实有真侪文化产业，拢藏伫这个砖头内底。透过这款活动，
通互囡仔深入了解家己的家乡，和这片土地培养出更较深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南市将军欧阳国小内底有10多丛墙啊，便拿风台到树尾倒会落甲四界时。欧阳国校的校长5年来，也甲这墙啊树尾捡起来，刻做葫芦、招财盆、甲奖杯。讲起来，这毋但是重视环保，搁会当互接到这精送品的校友闻着茶香，怀念过去伫学校种种的记忆。拍拉过的墙仔艺术品，毋但看到墙仔的纹路，佮闻得到墙仔的香气。这个墙茶毋是开钱买来，是用台南市将军区红王国小校园内底超过30年历史的墙仔做成的。那早期大概就会把它做清运，那后来我们会觉得说这是有母校有一些故乡的一个回忆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变成艺术品。几摆当着风灾，校园内底的墙仔树蛙地去风扫扫落来，为着互路途的树蛙会当起死回生，红王国小校长柯德文用5年时间，甲这墙茶捡做伙，甲做成葫芦和招财盆的奖杯，送予优秀的校友。基本上在这个艺术品里面，其实可以有时候可以有一些提神，那也可以让我们的校友啦、我们的师长偶尔也可以拿起来，也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回味一下。母校跟故乡的一个味道。每一件墙仔艺术品，毋但独一无二，也是生活中落实环保美学的作品，也互捌伫咧红王国小读书教册的人，伫咧墙仔茶的香气内底，怀念过去伫校园的点点滴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中央气象局已经针对南投、屏东发布高温的警戒，另外中南部的山内也着要注意会落短暂的西北雨。虽然这2日拢算好天，不过西部民众也着要斟酌暝甲日气温的情差。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温度。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5度到31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31度，金门、马祖、澎湖23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